中央社古瓦哈蒂23日综合外电报道，印度东北部阿萨姆省 （SM） 政府发表声明说，阿萨姆省境内发生私酒中毒事件，造成98名工人丧命，以及至少令200人住院治疗。这是印度境内传出的最新一宗假酒中毒事件。不到2周前，印度北部北方省 Uttar Pradesh 和北阿坎德省 Uttarakhand 约100人因饮用假酒丧命。哥拉加特县 Golaghat 副警察局长哈萨瑞卡 Dhiren Hazarika 表示，民众于21日晚饮用一批非法制造烈酒后开始病倒。包括众多妇女在内的受害人是当地茶园的工人，部分送医者情况危急，死亡人数可能还会攀升。哥拉加特卫生局长和医生表示，送医救治者严重呕吐、剧烈胸痛以及气喘吁吁。阿萨姆省长索诺沃 Sarbanada Sonoval 已下令调查这起假酒致命事件。省警方表示，他们已逮捕涉嫌贩卖那批烈酒的一名男子。当局表示，有2名税务官员因未能采取适当防范措施已遭停职。译者刘学元1080224